强力，我麻痹不能呼吸，差点窒息。这空气没有味道，却如此不必。镜子里的身体变形，对不起，这个瑕疵品我来 delete。离开的21个，舍不得删不掉，也变陌生了。不闪躲，最后来到一线之隔，要紧肩膀上的山河来跟我对坐。你说，我就问你想要干什么，我就问你我该做什么。我是要死去成为英雄，还是活得够就见识我变作堕落恶魔？我不在乎你要干什么，我不在乎我该做什么。我不要死去成为英雄，而是活得够就见证我变作堕落恶魔。原谅我。水里滴，下次机会，假18次，差在哪里？